这屁声还真蛮特别的。还有家乡口音，家乡口音。都有他们录着，看老演员，你看。哎，对，要这样感觉。这男团得出道，你们得。来，我这有点事儿啊，3、4、走。来，多叫几个弟兄吧。哦，想起来了，好。举起了手中的酒啊，特别猛。方不方便？快不快点？